好啦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，用这个监视器来抓违规，嘛要运用到台中的高铁站。台中高铁站的2楼只会当互乘客来落车，只有1楼才会当接乘客来就车。原本都是警察在管在处理，即摆要直接用监视器来翕，翕到就来罚钱。另外，这个高铁站外口的临时停车嘛袂当超过3分钟，同款要用电眼来抓。即摆是测试期，3月初1要正式来启用。AI 摄影机感应到乘客准备上车，随个影像翕落来，因为这边袂当互乘客上车。2楼部分是只能下课，不能上课。另外，这台车伫咧刚来当互乘客上车的高铁台中站1楼违规互乘客落车，马扣翕落来。这是台中市警察局伫咧高铁台中站路口到 AI 侦测摄影机，透过感应器会当知影乘客上车落车的所在，卖当算车临停的时间，用来代替警察处理违规。这套系统呢，从3月1号开始正式上路，并且会开法，为让民众知道呢，沿路呢不但设了好几个告示牌，还告诉你呢，科技执法呢正在进行中。以后呢，到高铁站2楼只能下车，如果想要上车，要到1楼，而且1、2楼的临停都不能超过3分钟。随望警察和交通局已经伫咧高铁站路口加强设告示牌啊，甲民众讲爱伫咧倒位上车落车，不过违规情形同款真多。这里只能上不能下哦。真的。另外，有民众质疑感应器敢有准，警察强调系统甲影像录落来了后，警察会阁检查，确定临停有超过时间，或者是无伫咧指定的所在上车落车，才会罚900块的罚单。